我又翻嚟啦！去咗咁多間遊樂場，呢間都係幾值得 encore 之選。10萬平方尺3層高嘅玩味攻略，一個價錢由朝早玩到夜晚，無限次出入，勁多嘢玩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啊？要動態嘅有街機、飛車，再嚟 VR 幻影星空坐下過山車，去飛躍劇場睇翻場 5D 戲，跟住就嚟玩躍動格子出翻新項打太鼓、音樂街機、跳舞機，仲有各類型嘅射擊遊戲。去到2樓有 board game， 又可以打翻鋪機、唱 K、玩埋滑冰，真係一家大細放電嘅好去處啊！碌埋保齡球都仲得啊！同朋友捉棋打牌就玩得多啦，咁會唔會挑機同 AI 捉翻盤先？之後就去玩卡丁車、碰碰車、射箭，唔夠刺激啊！仲可以玩埋實彈射擊、射靶、飛鏢、桌球、籃球、高爾夫球，玩埋 ML 虛擬射擊都仲得啊！憑手帶仲可以一人換另一份手工，玩陶瓷、畫數字油畫同穿珠仔。過生日都可以預約埋佢哋，同成班玩味攻略員工同你一齊玩。下次你都幫媽定嚟玩足1日啦！